哈利路亞！咁我哋一齊起立，我哋當中今日咧有好特別，我哋有幾位來自香港嘅團隊嚟到我哋當中嚟服侍，嚟為我哋嘅分享上你嘅見證上你嘅榮譽在我哋嘅當中，好唔好？我哋俾你嘅掌聲，我哋所以我哋自己嚟到上你嘅殿中嚟敬拜你一齊讚美。同隔離講，你今日要遇見上帝，你今日要經歷上帝。哈利路亞！嗱，在我香港團隊入邊咧，佢哋有帶咗先知性嘅一啲嘅恩賜在我哋嘅當中，所以佢可能會畫啲畫在經文入邊，在講道入邊，在分享入邊，佢哋會畫啲畫，或者係佢哋有個啟示，佢會為你祈禱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唔好錯過上帝同你講嘅説話，好嘛？你冇錯過上帝要與你分享嘅事情，同埋如果你今日上帝有感動緊你嘅一啲事情嘅，讓主彰顯佢嘅愛，讓主彰顯佢嘅答案喺你嘅生命裏。阿們嗎？好，你冇準備分享話阿們嗎？阿們。要領受嗎？阿們。你大大張口就會大大領受，阿們。你大大張口就會大大嘅領受，我哋嘅神嘅榮耀，哈利路亞。加進。我哋未開始之前咧，我做一宣告吧，係我宣告。我哋一齊宣告上帝嘅話語出嚟。1、2、3，我宣告，我靠着他加給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宣告，我一生跟從耶和華，耶和華必使我行走不同地，奔上他追跑。我宣告，上帝要親自在我身上。你必為我在曠野開道路。我宣告我要進山居，因有一個國度從我神而來。哈利路亞！我宣告因耶穌受鞭傷，我得醫治；因耶穌受刑罰，我得平安。哈利路亞！我哋要每次嚟宣告上帝係賜予我哋生命，係賜予我哋嘅力量，係賜予我哋盼望。我哋要我哋讚美聖我哋嘅讚美上帝，所以我哋今日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嘅讚美上帝。哈利路亞！
留下，为了爱
心房，你甘愿被你施加，让我回到爱的家。十字架前因你大恩，我的一直的平安，安然进入此生所，心的道路已敞开。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盼望。耶稣基督是给我的平安。翻开十字架上，胜过死亡，你是复活的君王。为了爱你受刑罚，你甘愿
主万国万邦。
你係我哋嘅君王，哈利路亞！你係我哋嘅君王，哈利路亞！主啊，我哋口要稱讚你，哈利路亞！我哋嘅口要稱讚你，哈利路亞！我哋口要時時刻刻稱讚你，哈利路亞！主啊，你是配受一切嘅讚美，哈利路亞！主啊，我係得勝嘅，哈利路亞！我哋嘅生命